政府推动华语、英语的双语政策哦，也毋过这个争议阁继续会摊烧。有团体伫网络平台发起要求停止这个双语政策，嘛已经有超过1万人联署咯。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廖贤和甲教育团体嘛召开记者会，因要求政府应该马上来停止双语政策。新加坡是花了多少年才变成现在这样勉强英文还可以，但是母语一塌糊涂的状态？他花了200多年。华文甲英文的双语政策争议继续摊烧，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建议停止双语政策的呼吁已经超过1万。且一教育团体全教总也要求中央停止政策。学者讲，新加坡伫1978年就放弃双语政策，因为发现这款政策会致使9成以上的学生互人放弃。大部分的人都无可能讲2种语言拢学了真好。新加坡当初咧设计这个语言政策的时阵，本来就是对这个阶级思考出发的。我敢若需要讲5%到10%的人英语好啊，小可了解母语，安尼就好啊。如果今天大家只有针对双语能力加强，可是你本身的基本能力变弱，你要不要？姚汉豪表示，这款政策只有精英通得到好处，但是政府的资源无需要安尼投入这寡族群。另外，伊也认为，若通甲目前要提起发展双语政策的资源，拨部分到母语教学，会是真好的选择。你若学一个母语，就增加你的一个讲思考的多样性嘛。母语是较简单的嘛，敢毋是？对原住民来讲，伊免学嘛。对咱来讲嘅生活做伙时，咱就要需要讲尽量去了解彼此嘛。学者认为，学习母语对了解无共族群来讲是真有好处。若要增加国际观，也无一定要透过学外语来达成。针对停止政策的诉求，教育部伫记者这个进程是也未提出回应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